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鄧醫生。咁最近咧門診有一啲比較輕微早期嘅患者，咁門診同佢評估之後，發覺只不過係 C1、C2左右啦。腳上邊咧就有少少血管突出嚟，暫時冇咩唔舒服，所以佢哋就會問：咁唔通我依家就唔理佢咯？任由佢發展咯？需唔需要食藥、着彈力物，或者需唔需要手術處理一下咁咧？咁其實都要同大家講，靜脈曲張有好多分期嘅。對一啲早期嘅靜脈曲張患者嚟講咧，我哋係建議觀察或者一啲保養為主嘅，暫時唔需要做手術。咁通常嚟講，做手術咧一定要達到個標準啦。有明確嘅指徵，做咗之後有收益啦，我哋先至建議要做嘅。如果只係話少少一啲靜脈曲張咧，我覺得大家冇必要太擔心，亦都唔需要過度咁樣去治療佢嘅。建議大家一個方面咧就改善我哋嗰個生活方式啦，最好咧就唔好成日坐，盡量減少個負重嘅嗰啲情況。咁第二個咧就係運動處方啦。咁平時大家一定要多做啲有氧嘅運動，比如話墊腳、勾腳啊，或者去跑步啊、游水啊、踩單車啊等等，都係比較好嘅一啲運動嘅方式嚟嘅。咁通過呢兩個方面嘅措施咧，可以改善我哋嗰個血液循環啦，同時對血管嚟講，亦都係一個保養嚟嘅。咁如果你做得比較好啦，通常嚟講個血管嘅發展啊，唔會話太快太嚴重嘅。所以亦都要同大家講聲，即係靜脈曲張唔係話每一個病人都要開刀要做手術嘅，一定要有比較明確嘅指徵啊，或者比較有必要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話建議去做嘅。